聰明開始，一個檢查，健康一生。Rainbow 小兒1000新生兒童篩查，篩查1000種從新生兒或兒童時期開始嘅疾病，提早揾到啲隱藏發展問題，訂造營養同健康計劃，避免可預防嘅疾病。安全、簡單、改變生命，只需一次測試，用嬰兒唾液就可以做到，安全又快捷，為嬰兒提供一生嘅健康訊息。咁呢個基因測試檢測啲咩？呢個基因檢測篩查出世就有嘅健康或者身體問題，包括發育、代謝、免疫系統問題。自閉症譜系用全基因組測試，我哋可以檢測到嬰兒隱藏發展問題，包括自閉症譜系、語言問題、學習同思考困難、心臟缺陷、心跳問題、細路仔嘅癌症、濕疹、食物敏感、早期糖尿病、身材矮小、行走困難、經常跌倒、呼吸問題等等。攞咗嬰兒測試報告之後會點？你嘅醫生有新生兒基因嘅專業知識，可以提供更多詳盡嘅資訊同建議。例如，你嘅醫生可以幫你解釋新生兒基因測試嘅結果，解釋有冇任何會引起疾病嘅基因，有冇疾病嘅風險。如果有，醫生可以計劃進一步嘅診斷，提出預防計劃，並且必要時提供治療方案，確保嬰兒健康成長。點樣可以了解更多資料？如果你對呢個基因測試有興趣，你可以向你嘅醫生查詢，佢會提供詳細嘅資訊同埋指引。